上次咧就係依兩嚿對戰嘅，所以咧今次就要換新，要用強啲嘅。依嚿係未用過嘅紅茶紙巾，但係依個用過。好，開始。我開始，上次依嚿贏咗，所以今次佢哋先。哇！打咗哇！綠色茶之後，今次就輸咗，所以佢唔可以單人，因為依個打跌佢嘅，所以佢要做單人鬥。好，佢先啦，今次就到中紅，跟住就到翻佢。哇！咁快就打敗咗中紅咯！我以為中紅最勁添。依個再哇！綠色茶，佢唔會哇！佢上面哇！綠色茶而家都輸咗了。哇！仲未輸，朱茶而家都係勁嘅。中間位置，哇！最後都輸咗了。咁今次就由豬嚟做啦。好，開始豬先啦。今次就特別破例，就俾佢先到豬。綠色茶紙巾上次打敗咗嗰個海獅茶紙巾一鋪啫，不過第三豬茶紙巾，哇！豬茶有升氣，唔知打中紅先啦。豬茶膠哇！哇！仲未死，中紅就係要逼死佢先。咁就梗係揾翻中間位先啦。再打，一嚴重一擊。哇！豬又輸咗了。今次就到9啦，9試過。到呢隻海獅上次贏咗綠色，上次贏咗呢嚿嘅嚟試啊。不過我都係覺得綠色最勁咯。頭先豬先，所以今次係多人嗰邊先。哇！保命呢啲叫勁啊！不過狗死咗了。如果太用力，可能自己飛出街。不過佢都飛出街。好，咁啊，咁今次到綠色啦。今次係試下3人先，4人可能太難。海獅要補翻自己一命先。哇！綠色茶膠都輸咗，所以今次應該係打和嘅。好，拜拜。